主爱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这个热天的清早，互阮伫主你面前来摆列阮的敬拜，也谦卑来领受你话语来感动阮，来启示阮。愿主你通过你的路所讲的话，大家通得到学习，得到造就，得到栽培。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要甲咱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对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节所出来，是讲，互上帝来改造你的心，互上帝来改造你的心。先啊，咱爱互上帝来改造呢？当然，圣经甲咱讲非常的清楚。在咱的经节内面，咱看见伫这个经文的中间，咱有真多这个学习吼。伫这个以弗所书3章14节到21节，搁有罗马书的1节到2节的中间，咱看见这个经节也拢有咧，互咱得到真大的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讲，互咱内在的生命。伊毋是讲咱外在这个肉体的生命，搁讲到这个内在的生命。当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甲咱讲，咱人的心灵来影响着咱的人生，是非常要紧的，非常需要上帝来甲咱塑造的。当伫这个圣经的中间，咱小等会当一直的学习，会当咱看见讲，这个心就是咱内在的生命。兄弟姊妹，咱知影伫这个世间的顶面，有真多宗教甲文化，拢咧强调心灵快乐的重要。只是咱知影，无共款的宗教，无共款的信仰，无共款的文化，伊的途径甲诉求拢无相像。咱知影讲伫这个华人的社会中间，佛教是非常的痛快的。所以佛教中有一个支派叫做禅宗，这禅宗呢，伊常常爱用着真有趣味，搁互人感觉安尼真耐人寻味这款的故事，伊号做公案啦公案就是一段短短的故事，来启发人，来教导人。其中有一个公案，一个故事，短短安尼讲，伊讲。伫这禅宗一个出名的领导者是叫做六祖，这六祖就是讲伊伫迄个世代，伊就是一个领导者就对。伊呢，伫迄个所在咧行路中间暗时到有迄个夜风暗时起风，风一个起来开始吹来吹去，迄个。旗杆的顶悬的旗就开始咧吹，摇来摇去，啪啪叫，啪啪叫安尼迄阵就两个学生两个学生就徛伫遐，哇，足认真的研究讨论。伊讲，你感觉这个旗咧震动，也是风咧震动？两个就开始相争，一个讲，就旗咧啪啪叫咧震动伊讲毋是啦，是风咧震动安尼。哇，两个争甲安尼。真有伊的班就对了这六祖呢，行到边听到因咧讲听到因咧讲，就甲因回答一句话啦回答什么话呢？伊讲，毋是旗咧震动，嘛毋是风咧震动，是恁的心在震动，是恁的心在震动。这是这个故事真出名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就是讲，旗事实你看的现象，旗你人风嘛咧吹，但是盖在你的心思意念啦你的心思意念在决定这个代志的看法。你的心思看到旗你知影旗咧震动，你有感觉到迄个风咧吹，所以是风咧震动。但是较要紧是人的心对代志的看法。所以可见无共款的宗教，无共款的宗教，
无共款的文化，拢咧追求迄个心灵的安静，还是讲去追求迄个心灵的规律。而且社会中有真多的机构，有真多的团体，拢咧学习这方面。不过，咱知影讲，无共款信仰，无共款的文化，伊的途径拢无相像，伊的诉求嘛拢无相像。咱我转来讲，今日四位一个基督徒，咱也袂当伫信仰的中间去发觉到，互迄个心灵强盛的秘诀，然后伫咱的生活中来产生迄个规律，安尼就无采咱在做基督徒啊。基督徒唔只干那是面对这个社会生活中间有迄个能力，搁较内在根基就是讲，你的心有得到操练甲规律。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基督徒，唔只是有丰富多样的教会生活服侍，伫社会有真好的表现，搁较重要的是讲，伫咱的生活中有平安甲喜乐，过着一个德性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咱若无安尼做，无伫咱的生活中来实现，咱感觉讲这个信仰，好亲像伫喙头咧讲的，是假的，无真实。啊，所以，若是一个基督徒伫这个方面无操练，有时有感觉就讲咱的信仰的方法、操练的方式有唔对去。啊，所以，今日四位，若要安怎成做一个德性的基督徒，咱都要真注意伫咱的心灵的中间去学习、去操练。啊，今日四位，咱基督徒真确信，吼，真确信。确信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伊有规律。伊有德性的规律，伊有属灵的能力，伊有保护的救恩，要互咱对生命的困境，甲束缚辖制中间来得到逃亡。所以，今日四位，咱必须爱伫咱的生命的行动中，时时来持守，常常地操练，会当得到迄个生命的自在。所以，当咱的心勇壮受操练，咱就无搁再互人生的劳苦，也是困境所来甲咱颠累。今日四位，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两段经节，伫咧甲咱讲，咱的心灵要得到快乐的一个秘诀。迄个秘诀是安怎呢？保罗先生甲咱做真好的教导。第一，就是互上帝来改造你的心，上帝来改你的心。安怎？上帝是安怎要来改造咱的心呢？咱有啥物款需要改造的呢？咱就是对这个经节来得到学习。保罗先生讲，所以今日四位，因为上帝怜悯，我肯定要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罪，伊是讲，甲咱这个身躯献予上帝，而且这是活我的罪，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这段话会使讲是罗马书中间上界出名的经节之一啦，吼。那这段经节讲到什么？头一项，伊讲叫咱都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身躯献予上帝。伊讲这是活我的罪，咱伫社会拢知影，我拢咧献罪，吼！伫台湾的社会是抬猪啊，吼，抬死啊，才放伫这个桌顶啊。伫旧约的圣经嘛是看到，这个祭司将牛、羊，吼，这个动物是抬死，才献上这个桌顶啊，迄个祭台顶面啊，然后甲伊烧去啊。现在保罗讲，叫咱都爱将咱的身躯献作祭，毋是甲咱抬死，是互咱活我伫主的面前。现在更较奇妙的是讲，这个活我的祭，毋是亲像咧拜地讲作菜伫遐，伊讲是，这个是圣洁的，上帝所欢喜的。讲这是恁合宜的敬拜，献祭敬拜是伫你这个活我的身躯。这就是非常奥妙的一段话。因为姊妹，咱进前捌学习过
这个敬拜人生。伊讲，互上帝欢喜的敬拜，毋是伫传统的，也毋是伫什么时空，也毋是什么仪式啦。好，这是咱信徒的一种的表现，无毋对。但是较要紧的是讲，你的敬拜就是你的生活。啊，你就甲咱拄则所读的迄个娃娃的字，都有一个结连啊。你是将家己的身躯、将家己的生命、生活，称作敬拜。啊，所以咱人安尼讲，做任何的一件代志，互上帝欢喜的事，你做什么事，互上帝所欢喜，互上帝所肯定，互上帝所懊恼，这就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所以咱知影，敬拜毋是为着家己的私利啦，为着家己的利益。敬拜的动机是什么？是为着要荣耀咱的创造主、创造的上帝，而且互伊所欢喜。伫以赛亚29章的13节，甲咱明明做提醒讲，主讲，因为这个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就离开我远。因咧尊敬我，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来听。这句话，互咱真严厉的提醒啊！咱用嘴唇，拢会当表现到上好，但是心若离开主，你的唱、你的讲、你的话，拢无路用，因为心若离开主，这就无正式敬拜。伊讲因咧尊敬我，迄个讲个行礼如仪啊，就照安尼行，这是人教示的。较早人安怎教，我就一个听书安尼来。但是这句话上核心的事就是讲，咱的心有甲主亲近无？你的心是毋是离开主远？若无，你的所有敬拜就归你空空。所以兄弟姊妹，保罗先生讲的话，我会做。咱人讲。咱的敬拜就是你整个的生命，所以秘诀就是将每一件事当作是为了咱主耶稣所做，并且是咧做的时阵，你的心内意识的中间知影有主咧同在，有主同在，你做的事，心内有一个肯定，心内有一个目标，心内嘛有一个方向，所以这就是做娃娃的这个意思。因为这要咱人安尼解释。咱做有效的囝儿时岁，咱真爱买好的物件，真侪时间陪伴是大人，这拢是咱有效的一部分。咱伫年节爸爸节咧到咱送礼物互咱的是大人，这拢是咧表现出你的一种这个有效。但是咱嘛知影，你伫社会上，你伫这个人际关系中间，你伫生命中间活出。这个父母的期待，你做父母应要的代志，伫外口有好名声，互人所尊敬，这就是在友好父母，敢是？一面是用行动，你甲父母中间的关系；一面是你家己的生命所显露出来，为着要见证上帝，见证父母的这个祝福甲恩典。所以咱伫生命中间，咱嘛是共款。用咱一个水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所以咱的上帝在望你是一个享受伊所享受你的生命，毋是去忍受，毋是去哀怨，毋是去吐气。要做娃娃者，有圣洁，互上帝所欢喜，要安怎做呢？保罗先生伫12章2节，甲咱讲伊重要的方向，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就互上帝改造恁，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咱会当请做活者，互心灵得到快乐的第一秘诀，就是咱大成愿意，互上帝来改造咱的心思意念，来改造咱的心智。所以保罗甲咱讲，叫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可能有人会安尼疑问，讲是安那，咱都爱改造呢。我的心都好好啊，我
照起工生活工作啊，有啥物要该做的？保罗甲咱讲一个提醒，提醒什么？伊讲唔通互世俗同化，唔通互世俗同化。咱人会拄着心灵的软弱，咱的生命受捆绑，陷入的困境的根源，就是因为咱不知不觉的中间，讲咱的心思意念，和这个世间的世俗，这个世间的价值观，世间济的这个流行所来影响。所以你一直对，对到最后无家己的中心的思想，你无家己的方向，所以讲是就咱伫路沟嘛中间。所以这才需要上帝甲咱改造咱的心智。当亚当甲夏娃伫爱甸园无犯罪的时阵，伊唔免改，因为伊本来就是一个纯洁的心灵，是一个甲主三亲近的心灵。但咱继续这个俗世的世界，和所有的观念、错误的思想，无好的功利的思想所影响，难免咱讲互世俗所同化。所以保罗讲，咱都要互上帝来改造咱的心智。保罗讲到唔通互世界同化，咱的旧的台语圣经，巴克咧牧师翻译这段圣经讲，无得甲这世间相反，无得甲这世间相反。所以这个无得甲世间相反，伫希腊原文的中间，保罗所提到的是讲，迄个外在形式的意思啦，外在形式。这个外在形式吼。会影响到咱，咱唔通互这个外在因素甲咱牵绊，甲咱影响，互一个风吹草动，就影响到。所以咱常常会不知觉的中间，关心的常常是对着年啦、日啦、环境的变化，这个外在表象，而且无讲无变化，逐日拢咧变化。咱的心也就因为安尼起起伏伏，无迄个安静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妈妈有两个囝儿，总是这个囝儿足认真打拼做生意，照讲是应该非常的感动，非常欢喜才对。不过逐日拢烦恼。逐日拢烦恼，无看到伊笑容就对啦。所以呢，就有人来甲问讲：这位姊妹你是为何会遐尼烦恼，拢无笑容？恁囝真友好嘛，恁囝嘛真乖，有啥物通互你烦恼的呢？这个妈妈就甲这个问伊的人讲：伊讲，你敢唔知影？我的大汉囝。在卖雨伞，我逐日若看到出日头我就烦恼，因为雨伞无生理。若是落雨天咧，恁囝毋是有雨伞通好卖吗？伊讲无，我嘛烦恼，因为我第二囝咧卖冰，所以呢，若落雨阮囝就无生理最近咱这个月咱台南这个所在定若落大雨，无后佫出日有影，迄种感觉咱真实就对啦。所以讲这个妈妈讲你哪会叫我毋通烦恼？我逐日拢有为着囝烦恼的事就对啦。总是这个厝边听到这句话来讲，哎呦，你是一个好命的妈妈呢，你应该逐日快乐才对咧。我是快乐，我逐日嘛咧烦恼。伊讲无你若是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着为你的大囝欢喜所以讲阮囝今仔日生意好若拄着大出日头的时阵，你嘛会欢喜，因为你的第二囝卖冰生意足好的排队排足侪人。同款一件事啦这是一个有缘的故事，互咱知影讲人的心思会对着你对这件代志的判断来影响着。你会当像这个妈妈逐日烦恼，但是你嘛会当像这个厝边甲讲你逐日爱快乐，因为你拢有囝儿生意做了袂歹。所以也因为安尼，咱要上帝改造的
较毋是讲即个外表的，即个外在的变化，是要得到迄个基本的、迄个本质的、迄个袂改换的物件。比如讲，咱拢知影，咱一个人对17岁少年安尼真臃肿的时阵，到第70岁，你甲想，一定是外表会变化，少年足活跳啊，年纪一个大，行路也无力啊，腰嘛压落去啊。你讲我无爱变，这是无可能的事。但是一个人，伊有可能非常的乐观，非常的快乐，心智非常的臃肿，伊的心理素质真好。这个无关系，少年甲老啊。咱无定听到人讲，讲这个少年囡仔是傲少年这句话意思讲少年家毋过迄想法拢足负面的，足像老人安尼。所以无管年老到什么程度，我的头毛已经白，已经达，我的喙齿也已经达，但是我充满着快乐。这就是咱心内在生命的规律。保罗讲，爱互上帝改造你的心智，就是伫这个所在。保罗爱咱经历改变，互上帝真正来改造咱，毋是外表，就是内在的心思，咱的人格，咱遐得到主亲自甲咱坚固，因为外在伊自然会家己改变。当互上帝主导的改变，上帝改变你的心智了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伊讲，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最好、搁完全的旨意。当你的心智主，当你的心智调整了甲主亲近的时阵，你就看见上帝所爱的事，上帝所欢喜的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有真侪人安尼无用试试，但是到最后拢是一场空就对啦，是因为咱无互上帝改变，无互咱的心智甲主相同行，所以你毋知影上帝所欢喜、看最好、搁完全的旨意。保罗先生强调这种的改变，是离开我靠肉体来活的，离开迄个受较低这个人性所辖制，咱来转向什么？转向来到过着基督内面的生活。这款的生活就是由基督、耶稣甲圣神所掌握、所指导的人生。所以兄弟姊妹，心这个内在生命，对咱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有两节圣经节真重要。箴言第4章23節講到盡力保守你的心，因為心是生命的根源。盡力來保守你的心啦。咱平時愛顧身體對無？咱愛顧身軀養健，咱食保養的，營養愛有夠，這攏真夠保養。但是伊講你都愛保守你的心，因為心是生命的根源。這是舊約箴言第4章23節所甲咱講的。好啊，本來聖經咱真侪人愛甲背念嘛吼。安怎講？伊講你愛保守你的心，贏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對心所發出的。你愛保守贏過一切食歹不要緊，你的心思意念唔通偏差。你生活無法通遐爾富裕嘛不要緊，唔通你的心思去敗壞。伊講你的一生的果效是對心所發出的。兄弟姊妹，有時咱有感覺到咱看見迄個動物啊，動物也是飛鳥，伊有一種的習性好像就大自然予伊的，伊無安尼做，伊袂當生存。比如講，咱有迄個飛鳥，冬天就對北部飛來到咱台灣歇，佫飛去到菲律賓。過一個熱天，秋天來用個飛轉去口，伫迄個緯度較北邊的所在。咱台南有一個出名的即個候鳥，叫做烏面喇叭。大家人攏要秋天、冬天到，攏要去看伊伫迄個所在歇的情形。過春天過就看伊個飛倒轉去有真濟魚伊一世人
拢爱收来收去，落南落北。咱台湾出名迄个乌蝶，迄个乌蝶吼，伊伫高雄的山区来飞起来了后，伊就飞到中部，伫遐所来休。一只遐尼细只的乌蝶，竟然会当飞遐尼远。有遐个专家研究，迄个乌蝶甲做记号，后迄个乌蝶一只细的乌蝶飞去到日本呢。咱看起讲，即个动物的本能哪会遐厉害？咱嘛知影讲，伊若无照即个本能来刷叮当，伊就袂当传后代，伊就袂当生存落去。这是伊一种本能，嘛是伊一个能力大的所在。有时人佫无够亲像伊安尼。当人类除了即款的肉体本能以外，上无共款的是咱的心智。咱的心智会当克服迄个环境会无好势，所以咱免亲像鱼啊，南北爱一直游，乌蝶对南飞到北。咱也免讲亲像迄个大海翁吼太平洋南北一直游啦，因为咱人的心智有迄个气力，通适应无共款的环境，这是上帝互人类上特别的所在。所以咱这个心智，咱的气力若无培养，就真无彩。因为心智带来能力甲智慧，甲咱这个生命的本能相配合，会当更较有能力通面对这个社会甲世界。咱线接落去，保罗先生伊伫以弗所第3章16节开始，佮进一步甲咱讲，咱要互上帝改造咱的心智，有甚物款的方向呢？第2项是照着圣神互咱开力。以弗所书的3章16节讲。我愿天父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开力，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讲我甲天父祈求，照着伊圣神，互你开力，互这内在的人，就是咱内心勇壮起来。所以你要通过圣神，互你开力，你才会当互你的心智得到改变，得到能力。这段经文真宝贵。因咱的心灵就是咱内在生命勇壮起来，其中有2项要素。第一个，照保罗所讲的，讲爱祈求上帝，因为伊有丰荣耀的丰富，爱甲上帝求，这个丰富荣耀的主，伊要赏赐你。保罗伫这个所在有祈祷，3章14节到15节讲，因为安尼我跪落，使命好互天顶地上所有种族的天父祈求。这段话吼。咱有看到伊真特殊的提醒，伊讲咱的上帝，咱的天父是使命好互地面上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人类的主啦。表示讲，所有的百姓、所有的民族，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伊甲这位赏赐万物的主祈求，而且伊讲跪落。这原文的意思，毋是干那讲安尼脚头跪落尔尔。应该是讲，规个身躯拢趴摆伫涂骹的祈祷。像那保罗，伊会遐尼虔诚、遐尼敬畏呢？因为知影这是伊生命中上界珍贵的，也是伊最较无要得到的。各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为着咱内在生命的强壮，心内有亲像保罗所讲，遐尼专心一致咧？咱有遐尼坚决无？遐尼较无？遐尼追求无？这种内在生命强壮，到底对咱有甚么款利益？因咱知影，咱生命的丰盛、生命的幸福，有甲无，拢甲这有关系。咱若看见咱台湾的社会，咱所看的这个社会就知影，台湾人物质丰盛，总是无一定快乐。因台人对着这个时代社会变化遐尼紧。好像就唔知要安怎行才会舒适，安怎做才会好。有时咱嘛听讲台湾人足爱安尼追求金钱，但是咱看见伫这20-30年来，几若变的经济丰富，哇，一个来的时阵，人的心就受影响。所以更较免讲，有时咱现代社会，侪家庭有风波。有时亲子关系拄着恶化，
咱看见青少年因的升学的压力非常的大，互咱失去笑容。这拢是咱日常爱面对的事啦。但是，这会侪引起咱心思意念，咱无论做事业，咱身躯的病痛，咱侪看见这个事所影响咱的，拢是出自讲，咱有时是互这个世界所同化，咱追求眼前的变化，一时肉体满足迄个凡世的价值观。但是，当咱超出着，因为这个咱有时袂当避免，有时伊自然会来。但是当咱迄个强壮的内在生命，就是你的内心，咱讲亲像顶根的大树，这大树顶根顶真深的大树，虽然风台大雨，你的枝叶会落去，但是袂伤着骨，因为当雨过，天搁变青了后，伊枝叶又搁无生，伊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若无，咱的根基无深，虽然一时有水分发得真好，但是风一个来，根无深就倒去啊。第二，讲咱要借着圣神，互咱开力啦。圣神就是上帝荣耀的丰富，甲开力进入到内在生命的管道。所以咱基督徒爱学习安怎，互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运行。所以咱讲爱圣神充满，毋是一个外表的现象啦，定是圣神的能力甲智慧一直伫你的心上，伫迄个所在，伫改变你，伫指导你。虽然圣神咱讲亲像风，亲像迄个气息，咱无法当去摸着，无法当去掌握着，但是一个甲主同行的人，会通去体会着，圣神就亲像伫你身边，用风在甲你吹。亲像芳芳的迄个气，迄个气息，伫遐在互你进入迄个中间，真舒适，随时咧帮助你。因为伊是保惠师，时时要赐能力甲智慧互你。所以兄弟姊妹，你有需要内在心灵的开纳啊，毋通袂记得上帝的荣耀甲丰富。伊时时愿意借着圣神来帮助咱，赐能力互咱。重要的是什么？你爱甲主祈求。毋通讲知，但是根本都无这个行动，无甲上帝祈求。保罗讲我跪落，我拍败的意思是我爱得到。好亲像咱若无得到吼，就毋愿走迄种意思。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是，家己安尼。自怜自爱啊！讲见怪上帝拢无听我，好像别人拢得到福气，我拢无爱上帝拢无爱帮助我。但是你敢知影？有时上帝伫你面前，伫你的身躯边要甲你讲，细囝，我伫遮等你真久啊！你伸手出来啊！伸手起来，互我甲你牵啊！还是你敢伫遐伫遐咧念，伫遐咧见怪，总是从来无往主祈求。第三，互基督点伫咱的心，这是保罗先生所讲的。3章17、19、18节讲，我嘛祈求基督话，因为恁的信。拄则咱讲求嘛吼，伊则讲因为你的信，你若有信，你就互基督点伫你的心内，互恁定君下地基伫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尔长、阔、悬、深，基督会因为你的信来点伫你，毋是你行入到礼拜堂，基督就点伫你，是你的心思意念较无在追求，你因为有信，基督就要伫你内面，你就会当去看见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景象，因为耶稣基督的听是长、阔、悬、深。你体会会到，迄才是真正有信。基督丰盛的生命救赎，听的开力，常常来带伫你内底。上关键的就是一句话，因为恁的信。有一句出名的经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你有一款的信心无？仰望的事你已经有把握。
对无看见的事你会肯定。但是，为咱的信心的指数有偌悬，基督点伫咱的心中就偌久，而且听的根基就建立愈深。常常咱咧用故事来咧提醒咱，迄个信心是甚物啦？吼，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安尼讲，一个所在已经吼日头晒啊吼，足久拢无落雨，啊，溪流水库水拢干，所以当地教会兄弟大家来讲啊，咱爱求上帝怜悯，大家心内举办一个祈求主赐雨水的祈祷会。吼，大家安尼讲来祈祷求上帝怜悯，啊无水，实在是吼，咱真艰苦咧。啊，迄天祈祷会到啊，大家人拢烧酒来，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扎一支雨伞，吼来做咧在祈祷会。啊，人就甲问讲，啊日头遐炎，啊你是拿雨伞要来创啥？啊这囡仔真单纯讲，啊咱要来求上帝赐雨水啊，祈祷了若落雨，我有雨伞能够举安尼。啊这人看起讲一个单纯的囡仔，伊讲既然要甲上帝讨雨水，啊我就举雨伞准备通落雨，通遮雨啊。啊，其他人是讲啊，我都形式上祈祷就好。搁另外一个故事，嘛，互咱感觉真大的挑战。就讲伊一个所在一个郊区的庄社，啊，因都市咧发展吼，啊，所以呢，就人迄个娱乐界的人来投资，啊，伫迄个足块地吼，啊，起一间迄个夜店，啊，舞厅。啊，迄个庄社的教会感觉讲，哎哟，啊，咱即个庄社是遐尼单纯吼，啊，真安静，啊，即马即个夜店，即个舞厅若来吼，实在是吼骄吵，啊，佫甲咱的少年囡仔带歹去，行，咱来教会祈祷，求上帝怜悯，吼，即个夜店吼无生意收起来，哇，又真正办迄个祈祷会，哇，大家开始迫切祈祷上帝啊，怜悯啊。毋通啦，毋通哦！即款无好的行业来阮遮啊，污染着阮的社会。哦，一直祈祷，一直祈祷。过无偌久吼，真正即个舞厅啊无生意，全收起来，啊，就大洋啊，啊就无搁做啊。啊，迄头家吼投资遐侪钱哦，啊足毋甘愿的。后来有人听着讲，迄附近迄间教会吼，拢咧祈祷吼。互恁的即个舞厅吼，啊无生意收起来，倒去。哇，迄个头家足生气的，就去法院告。我讲因某某教会，因祈祷，互阮即个店无生意，啊所以吼，因影响着阮的营业，哇，啊就开始去法院开始相告啊，告。到最后法官听了吼，无法度人判。伊敢若一个结论，伊讲即个舞厅的老板相信祈祷，啊教会会友无相信安尼。但是话，这是一个真互咱讽刺的话啦，就是讲咱人的信心就甲你的行为相结合，啊若无吼，甲先讲你喙内，啊这是真讽刺的事。但是话，咱要怎样持守信心的这个溃烂是个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课。咱常常咧勉励讲，咱这是基督徒的日常就对啦。第一，咱来常常读经祈祷、灵修，互上帝的话亲像活水滋润你的心，增加你属灵的美名。第二，咱讲不断的祈祷，互你的心思甲上帝相通，互你的邀疑，互上帝来甲你解答，你的重担，互主耶稣来甲你担。你会晓安尼，就是咧。互主踮伫你心内，心灵这个溃烂的办法。咱台湾有一句俗话，讲：一面有烦恼，一面就爱祈祷。咱人无法度去阻挡我心内的烦恼，但是你若互迄个烦恼继续绑伫你的心内，你都爱祈祷，互耶稣甲你的烦恼刷开啊！一面烦恼，一面祈祷，这是咱生活所拄着的。咱必须爱透过祈祷，互这个烦恼啊得到透白。第三，无。中断你的智慧，因咱教会属灵的家庭会关怀你，
激励你，甲你做伙分担迄个欢喜甲忧伤，大家共同来造就、去做、来见证迄个疼的小组甲团契生活。因为即摆咱的教会会互人做一个人感觉讲爱来，其中即个因素真重要。因为咱有小组，咱有教会，兄弟姊妹互相的关怀，有真侪初信的兄弟，因为来到咱的教会，咱兄弟姊妹真够甲招呼，真够甲关心，所以咱家己咧自我做一款的评估，讲咱的教会呢，会有医治的快乐，互人的内心得到透放，互心得到恢复，有真侪忧愁的人。真侪忧愁烦恼的兄弟姊妹，因为信仰来得到改变。所以迄个疗愈是咱教会特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爱来，你爱分享，咱兄弟姊妹互相通过听甲带导，上帝做工就伫你的身上。这是咱定来咧举办见证会的原因。兄弟姊妹，咱今年拄好顶半年，用半年的时间来读标杆人生。这是一个聆听研读的计划，咱若是看到这5项应要主的目的，就是今仔日咱的主题，真做活者，这上重要的操练。这5项咱都读过，真清楚。第一，咱有敬拜的人生，真做活的者，用咱的生命的敬拜来归荣光给上帝。第二是一个团契的人生，是用信徒和睦相听。来归荣耀给上帝。第三是成长的人生，是学亲像耶稣基督，伫主的内面生命成长，来归荣光给上帝。第四是侍奉的人生，用服侍别人、帮助别人、扶持别人，用服侍伫教会事工来荣耀上帝。最后像第5项是用宣教的人生。就是你带人归主，将耶稣基督的听介绍予伊，用这个宣扬基督来荣耀上帝。兄弟姊妹，最后咱看见保罗伫以弗所书尾仔的经节内面，一句话真重要，就是讲咱所有一切努力甲打拼，追求就是互上帝的大能来成就一切。咱亲像看见主互咱画着一个真水美好的远景的图画。上帝通过伊奇妙的作为，因你有甲主有这款的关系亲近，互主改造你的心，互圣神来改变你，互耶稣基督住伫你的心内，然后你就会领受到这款的快乐。这个远景的图画，伊的效果非常会超过咱所求所想，所以伊讲。伊的赏赐超过咱的祈求、预料甲期待，这是保罗伫以弗所3章20到21节，甲咱讲迄个见证的大成就。伊安怎讲？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的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上帝将这个大大的权力伫咱中间的运行，你有去追求无？你有去超做无？你有互上帝的听来改变你无？改造你的内心无？你有祈求圣神充满你来改变你无？你有求耶稣基督的听保护伫你的心上运行，互你通面对社会世间一切条件无？伊讲若有，上帝就要运行伫你中间的大能力，所予你的是大大赢过咱所求所想，来成就一切。保罗最后用这句话来做一个祈祷，伊讲：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愿荣耀伫咱的教会中，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归乎上帝。兄姊妹，今仔日咱做伙领受这2段真宝贵的经节，无毋是讲。咱爱通过主，互咱的心智换新，互咱生命坚强。因咱外在生命健康，咱内在生命若软弱、忧愁、烦恼，你就袂当配合着你这个健康的身体。是2项拢共款健壮。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爱，
也是咱所追求的。咱做伙来学习，也愿主来改造你的心，互咱行伫荣耀中，行伫恩典中，行伫祝福的中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伫阮的中间。主你有无限的能力、荣耀甲丰富，总是主你甲阮讲，阮就爱欢喜，互主来改造阮的心智，互阮无甲这个世间相款，互阮用活我的罪奉献伫主的面前，这就是上水上好的敬拜。主啊，互阮的一生的中间，因为活伫光明中，活伫这个互主欢喜的生命的中间，互阮成做一个敬拜的人生。主啊，愿你将阮的祝福恩典赏赐伫阮兄弟姊妹中间，因为阮需要决志，阮需要追求，亲像保罗先生安尼拍败伫主面前，迫切的恳求。愿主将这个恩典赏赐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